今年3月中的低温去影响到森林的奶子条果，预估这产量是敢若剩3-4成。森林县府农业处是拍拼咧争取天然灾害救助，即马农业部公告，伫咧森林的奶子1公顷上济当补助10万块，农民会当伫咧6月初2进前，甲在地公所来提出申请。讲纯金咧1%存1粒2粒，你无看？奶子的果农将打起的地叶板落来，受到今年3月中旬低温的影响，导致原本已经开花奶子结果都无好。第果溪种植3分地奶子林县农民就讲，伊投入几啊万成本种植，但现在可能连成本拢收袂倒来。顶年是完全拢无开花，啊，今年是有开花，但是伊算当开花遐有无？拄着伤寒，伊算开花袂掉。阮有只可以咧看，今年就是量减，就是减足侪啦。云林县农业处表示，县内奶子种植面积77公顷，但为顶个月底陆续接到农民和公所的反映表示，奶子的结果如无好，落够严重。经会同农试所改良场等单位进行会勘，发现包括倒落果溪、几个围园内生园，拢有安尼状况。我们也发现，我们这次结果率不到50%，所以我们就发动了天然灾害的救助。那我们受理期是5月17号到6月2号。我们的黑糯米的荔枝的部分，黑叶荔枝的部分是每公顷62000元，1荷包糯米荔枝，梅根红荔枝的部分每公顷有10万元。有农民就讲，原本预期今年的奶子开花状况好，但无想到结果如遐尼歹。近期佫碰上高温的天气，落够严重，预估产量敢剩3-4成。农业处就呼吁符合资格的奶子农民，今日开始到6月2号进前，赶紧向在地公所申请天然灾害救助，以弥补损失。公司新闻王伟雄为你报道。